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感谢主，我们有主成为我们的大牧者来牧养我们、监督我们，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他连接。弟兄姐妹在这几方面身心灵在我们的人与人当中，如何经历神的同在，经历主的医治，经历主的释放。神是个灵，他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这样自由。所以圣灵与你同在，你就可以得自由，在身心灵。我们邀请主在你的灵与他连结，在我们的魂、思想，你有没有想到这些数字就害怕？想到很多困难的事你就退却，让你的情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受挫影响，让你的情爱受到，还有就是你的意识就会薄弱下来。要不要来做礼拜？要不要做什么？要不要做那个？在我们的身体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弟兄姐妹，如果你需要被服侍，你可以这坏掉。如果内心还是有一些恐惧、害怕，你就手按着你的心上，求神来帮助让你在面对恐惧的人事物的时候，主来帮助你胜过它。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有需要的，你就站立起来。我们的同工、我们的牧者会为你来祝福、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你就大大张口向这位复活的主来求，求他医治你、释放你，求他供应你，求他带领你。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你要祝福我们，和我们一起来到你神的宝座面前。主啊，你是我们主，你是我们生命的好处，我们在以外。主，我们感谢上帝真的慈爱怜悯，所以我们能够靠近你。我们借着祷告祈求，感谢你能够向你来祈求赞颂。主，我们奉给你这个大能与同在。主，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磐石，坚固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和这个时代，这样的一个害怕的时代，主啊，有你同在，我们就心满意足。主，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开口一起同心来祷告的时候，求你从生宝座垂听我们祷告，赐下你的恩典，医治释放。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牧者，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你牧养我们，让我们不致缺乏。主，你在我们惊恐害怕的时候，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着我们。主，让我们行在你所为我们预备的义路上面，也让我们每一天经历你的恩典满满，让我们走在你恩典之路。主，我们知道世上有劳苦有重担，但是你说在你有平安，在你有喜乐，在你有盼望。谢谢耶稣，让我们将我们的劳苦重担交托摆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透过我们的祷告祈求感谢，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在我们当中。你的圣灵也坚固我们的心，让这些捆锁我们的人事物能够把这一些的重担交给主。谢谢主，因为你来就是要承担我们的重担。因着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着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谢谢主，你是赐平安的主，你是医治我们的主，你是使我们得自由的主，你是丰丰富富要供应我们得胜有余的主。哇，主你太丰富了，主啊，求你的圣灵浇灌在你的子民当中，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来为主日来守望，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上句话说：听祷告的主
帮我操作一下。那这个直播有问题，我要休息。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为了主日来守望来祷告，为着牧者团队这些的服事来祷告。我们为了个人跟神之间有美好的这样连结我们领受跟圣灵连结。我们说领受的就是有属神的思想、情感、意志，他要给我们是丰丰富富的。那为着弟兄姐妹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惊惶害怕的世代，我们能够经历好像这些门徒一样躲起来这样的害怕的时候，主耶稣出现与他们同在，说愿你们怎样平安求主也在这里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经历到他同在所带来的平安。那我们也为着本日线上的阿卡贝因为这些孩子没有打疫苗所以我们临时有做这些的调整。中大的小会议、青年的门列车，还有这个会场的周六他们的诗班会来跟我们的圣歌队有这样的一个联谊。我们恳求主在这些事上掌权，我们要透过友爱基金来帮助分享这一些这个没有所需要的，在他们的经济上缺乏在一些学生，我们也透过这些友爱基金来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能够真的是透过这一些的奖助学金也好，来帮助他们。弟兄姐妹，我们透过这一些青少年我们不再看他们是弱势，我们让他们在基督里何时软弱，靠主要何时刚强。他们成为什么？我是靠主成为精英的不再是说你这个是弱势你这个是需要协助帮助的。观念的转化我们观念价值观的转化，你的人生就不一样。我们一起来站立一起站立我们每个人在主基督的面前都是精兵是精英，是精兵我们要成为基督的精兵，要在这属世的战争当中靠主来得胜。弟兄姐妹，开你的口来特别为牧师来守望，透过神的话语来释放他属天的大能，让你能够自由的来敬拜他。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这样的疫情影响，但是也拦止不了我们对你的热情，对你的敬拜。说奉你名来捆绑一切空中黑暗的掌权者，影响我们那些影响我们耳目你领受你真理的这些的邪灵，奉耶稣名来面对他除掉这些让我们沉睡的让我们心眼周密的这些的权势，现在这里主，我们奉名求你来释放我们，能够自由的来领受你的真理。谢谢主，真理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生命，真理必叫我们有自由，真理必叫我们想起耶稣的话，真理必叫我们成为有盼望的人，真理让我们靠着主复活的大能，能够胜过这些黑暗的权势，胜过我们生命当中的惧怕。谢谢主，让我们在主日遇见你，经历到你的同在，经历到你向我们诉说愿你们平安，因为你是平安的主，你是以马内利，是与我们同在的主。谢谢主，也接着我们的祷告祈求让我们今天所有的服事都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的面前，被你来悦纳。主，我们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一起来同心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是按照现场收音，我有听到你们两个在讲话。我们得胜还要我们一起来赞美他。与民之地，信心跟随与主，活主带领，甩开不信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身体宣告。弟兄姐妹，你们有信心吗？哦，让我们一起来再次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阿门。信心看见流奶与蜜之地，信心跟随与主，活主带领，甩开不信之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都因为你的名，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胜的宣告。我们一起来得胜的宣告。我要得胜的胜宣告，应许祝福将临到。我要得胜的胜宣告，荣耀恩典。再一次，我们一起来得胜的宣告。我要得胜的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让我们得胜吧。得胜的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胜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得胜的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胜呼喊，忧愁惧怕。让我们一起来唱哈利路亚。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盼望能力都因你的名，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身体宣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身体宣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得胜了，让我们用掌声将最大荣耀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请坐。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相信你是从死里复活的神，你满有能力，带有能力。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你，愿你为我们舍命。好，让我们要来再次用这首歌一起来敬拜你，感谢你。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舍命，使我能进天国。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
他以慈爱安慰我。我相信，我相信神灵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部分，不回头。我相信，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是耶稣，我们相信你是我们的陪伴者。我相信，哈利路亚，神灵是我们的安慰者，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们相信，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部分，不回头。我相信，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天父是阿爸父，他看我为宝贵。我相信，我相信，最爱我的就是阿爸父，他看我为宝贵。主，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你是复活的主。虽然我们在世上的一切事物都在改变，但是你的真理永不改变，因为你就是那真理。主，你的真理向我们显明，超越我们人性的思考跟理性。你是超越那时空，超越那万有，超越那不可能。主，帮助我们胜过我们一切想要用人的思考，想要用人的定律来胜过我们所想所做的。但神，你却用很奇妙的方式，叫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复活的大能。今天我们一起来敬拜，在这特殊的日子，不是只有今天，而是让我们天天都经历主你的复活，天天都知道你复活的大能与你的子民同在，天天都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
即使我们在怀疑，我们在困境的当中，你依然与我们同在。借着你的话来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疑虑，也帮助我们能够用信心来看见你为我们预备永恒的盼望。谢谢主，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真理要叫我们完全得自由，快跑来跟随你。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我们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好，今天是复活节，我们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战胜死亡的权势。说我们在第2场的礼拜有赞美礼拜哈，那会后我们有预备复活蛋哦，那还有就是有一些的米哦，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带着蛋哈，带着米哈，那每个人一小袋了哈。那分享主耶稣复活的喜悦与盼望。我们在49号1楼、2楼后面的装修工程已经展开那我们进来可能看到有一些的不便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一进来，哎，是这里吗？跟我们原本所想象不一样但是以后会更不一样，感谢主。那在整个这施工的过程当中请我们注意按照这样的一个动线来进出配合。我们在装修期间，我们的干事的办公室有临时调整在702、703还有403那电话的分机是不改变的请我们如果有事要找这些干事，我们可以按照原本的这一些的分机来找他们好，那我们5月1号要举行今年度的第3次圣礼典，我们报名到今天如果要报名受洗的，把握住机会像牧师还有行政干事来报名。110年度的奉献证明已发在我们的名牌盒里面那这个可以报税用如果你有需要报税，这个都可以扣缴这个综合所得税有问题的话，我们洽这个会计。那这几天上周我们看连续有破1000的这样本土疫情那因应这样的一个疫情我们在雄青这个小组就改为线上好，那 Special Agape 就是一些儿童也考量到他们还没有打疫苗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2周我们先改线上再观察看看好，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翰福音20章29节再一次，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翰福音20章29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我们不明白奉献意义，我们不用勉强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弟兄姐妹，预备你的礼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用这首诗歌来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
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三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弟兄姐妹，再一次来宣告说：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三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爱我们的父神，还是感谢你在这特别日子，不只是复活节，而是让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不单只是展现神迹，而是让我们知道永生的盼望，以及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真理，能够知道你的道。也感谢你能透过牧师的口传讲你的旨意，你的道能够洁净我们的生命。那我们不管在哪里，都能够成为光，成为盐，为主做见证。现在我们呈上时间、金钱与才能，为主圣工所用，求主悦纳。孩子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坐下前彼此来祝说：主有复活，赐你平安；主有复活，赐你平安。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来读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0章，我们要从24节看到29节。约翰福音20章24到29节，我们预备好弟兄姐妹大声来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当耶稣显现时，12使徒之一的多马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其他的门徒把已经看见了主的事告诉多马。多马对他们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并用我的指头摸那钉痕，用我的手摸他的肋旁，我绝对不信。1星期后，门徒又在屋子里聚集，多马也跟他们在一起，门关着。可是耶稣忽然显现，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然后他对多马说：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看看我的手吧，再伸出你的手，摸摸我的肋旁吧，不要疑惑，只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吗？那些没有看见而信的，是多么有福啊！弟兄姐妹，愿主的话来帮助我们，特别是耶稣跟多马的对话，不要疑惑，只要信。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有太多的事物使我们怀疑，使我们不信，因为我们着眼在眼前的事物是不是能够按照我们心意来成就。求你帮助我们，特别透过复活主日，超越我们的理性，超越我们的想法，也帮助我们看见神你荣耀的同在，你奇妙的作为。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在最近有一则赖的讯息在疯传哦，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前几天哦，
有2天是破1000嘛，对不对？啊，这个本土的疫情，所以我们看破1000哦，我们都会继续盯着，然后2点一到，又恢复到好像1-2年前的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态度哦。那里面就是有一则这些疯传说中华民国卫福部长陈时中哦，他提醒大家哦，再次强调别出门哦，直到什么时候？端午节哦，那是6月25。哇，天哪，那个还有多久？就叫我们不要出门，因为一旦染上哦，那个就算治愈了，这个后遗症是跟着你下半生哦。他这个信息就疯传说，哇，这个比17年前的这个 SARS 哦，非典型的这个 SARS 这个副作用更大哈。如果有特效药，只是能够保命，而且他提醒说，你要出门的时候，想想你的家人哈，别连累家人哦，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哦。那请大家就一起在这个当中来转化哈，就很。提醒说，在家都不要出门这样哦，你们都还出门所以在这个4月11号的记者会当中哦，这个陈时中部长就出来澄清哦，我没有这样说过，这个是什么假消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网络的讯息好多哦，但是随便可以得到的讯息并不是真的哈，不是都是真的啦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一些的讯息，可能造成我们什么？造成我们恐慌。但是这个陈时中部长就提醒哦，说我们尽量不要跟不确定的这些的人士接触了，因为没有办法去追踪了哦。那我们像我们这边都有实名制，所以我们就比较知道说，我们跟谁有这一些的接触，也尽量能够。戴口罩哈，但是陈时中部长说什么？我没有要求大家不要出门哦，所以这个是假讯息。弟兄姐妹，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啊？在你听人家讲一些事物的时候，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在面谈，最近也在面谈一些要受洗的弟兄姐妹哦，特别是年轻人，我会挑战他们哦，你相不相信耶稣是复活了？弟兄姐妹，你们相不相信？真的假的？真的吗？真的？为什么那么小声？如果你是真的话，你一定是很大声嘛，理直气壮的跟他讲真的啦。对啊，真的啊。但你真的相信呢？你没有看见呢？就好像多马一样，对不对？其他的这些的学生。其他的同学都讲说，我们看到耶稣，我们看到我们的夫子，对不对？他复活了，但是他们还关在那个房子里面。真的假的？全世界都在用不一样的赞美的方式在敬拜，在赞美这位复活的主。今天我们用不一样的礼仪方式在敬拜这位主，可以释疑我们心中的这一些的疑虑吗？可不可以？当你看到这些经文在记录、在诉说、在见证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相信耶稣是复活的主？如果你不相信耶稣是复活的，那就叫保罗所说的临到在我们生命当中说什么？我们比今天的世人还更怎样？更怎样？可怜。为什么？因为我们坐在这里，人家去玩，他们可以出去旅游现在比较不敢对不对？因为现在没有打3剂那个团不能出团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到，就是说，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是半信半疑，是有所疑虑，或者是我确信。这一些人，他们看见，让我们看见，从他们的眼光回到2000多年前，就1900多年前，对不对？耶稣33年嘛，传道，然后怎样，在各个他、侏罗地
钉十字架。这个地方牧师去过5次，每一次去的体验都不一样。这些纪念教堂就是在纪念耶稣当时候走过，当时候在那边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说石头会说话，这些石碑会说话，对不对？这些物景会说话。有一次导游带我们去看什么？看大祭司的宅院，他旁边有一条路，就从克西马尼一直到他的家。他说：“各位，这一条路从耶稣的时代一直到现在，还保留着，所以封起来，现在不能走。以前我们有机会还没有封起来的时候，可以走那条路。耶稣曾经踏过，你相信吗？是真的假的？如果你带着信心去相信，你与耶稣同行过，曾经踏上那条路。我们要认识到底是什么事物去影响到我们跟神之间那种信任度，有没有影响到你后面的这些的结果？所以我们透过今天复活的主，他如何宽容，如何爱的接纳，容许我们怀疑吗？他容许你怀疑吗？那你容不容许你所接触带领的慕道者还在怀疑的过程当中？我偏偏就跟你讲了，你看那么多神迹奇事，那么多这一些的见证印证了，你还不相信？到现在你还不受洗，你是怎么搞的？有时候我们会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对待我们当中，但是我相信神有神的时刻。圣灵一旦感动，如果没有圣灵感动，没有人可以称耶稣是主。阿们吗？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别人在讲说你没有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不要相信了，那是假的。因为如果即使你没有倒下去，你没有怎样但是如果你用信心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受洗归入他的名下，那你有没有圣灵充满？有啊。所以圣经就提醒我们，上帝的话就在提醒我们，坚固我们信心，说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可以称耶稣是主。等一下我们来看，门徒这些门徒有没有受了圣灵？如果你看上文，有没有？耶稣第一次在他们闭门恐惧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听过耶稣复活了？有没有？他们关在屋子里面聚集的时候，皮皮唰的时候，耶稣复活了吗？耶稣复活了他们有没有听过福音？听过耶稣复活的福音有没有？有啊，但是他们还在皮皮唰。我们也知道耶稣复活，但是我们今天有没有关在我们的门内？有关在你门内无啦？因着我们所面对的这些的困境、病痛，或者是不顺，我们在那边可能疑惑：主，你真的在吗？你真的复活吗？不然为什么在这件事上不如我意？弟兄姐妹，信不信由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啊！他不会强压着你，拿枪压着你说你就要受洗。小周，你今天最后给我报名受洗，不要再三心两意了耶稣不会这样待你，牧师也不会，对。不过只会继续的提醒你，就是鼓励，就是提醒。真的，我们把握住每一次的机会，对。这些门徒，你知道吗？他们有没有听过耶稣复活的见证啊？有啊。我们一起来读。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向门徒报信，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把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他们。这是在约翰福音的20章，我们今天没有看的这个经文奇怪呢，不是有妇女，不是有玛利亚已经看过吗？我第一次的接触，他还叫我不要摸他。那你赶快去告诉我的学生，说我就这样来了。那个以马忤斯2个门徒
忧伤的谈论着，突然耶稣加入他们的行程，然后回到他们住的地方，与他们同吃同桌分享。当耶稣离开的时候，他们才好像眼睛开了啊！那不是我们的主吗？不是我们的老师吗？赶快怎样回到耶路撒冷去报信，不是吗 ？OK， 我们看到那一天，这是主日，是复活的晚上。门徒因怕犹太人，所以怎样？所在的地方门都怎样？关上了。我们后面没有办法关，因为门都没有了，被拆掉了。现在要再装潢哦。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是不是像这些门徒，在闭门的背后，在这个关起门的背后，然后在那边恐惧？什么事让你恐惧着？什么事是让你的这些事情胜过这个复活主的复活？这个见证，这个消息，应该耶稣复活是天大地大的消息，对他们的未来是很有影响力的。但是为什么他们还是关起门来？就好像我们，耶稣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这些的困境吗？那为什么我们的心门还关起来？是因为哪一些事情让我们惧怕，让我们担心？父母的看法，对不对？我们年轻人要受洗，但是因为父母可能他们还没有同意。我们的姐妹要受洗，可能因为她的丈夫不同意。可能我们要接受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复活的大能，但是因为某一件事情，这些门徒是因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因为什么，所以他们把门关起来。什么？怕谁？犹太人。怕什么？怕我们重蹈耶稣所走的覆辙。耶稣被抓被定了，那我们他是他的跟随者，是不是我们也会步入耶稣的后尘？会不会？是不是我们也会被这一世人排拒？是不是我们会被看轻？好多是不是在我们里面？是不是因为家人的人事物，使我们的心门关起来？主你复活是你的事，但是我担心我的事，是不是？好，所以过了8天来一起来念来。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在一起，门都关了，还是关着。这些10位门徒不是见了耶稣吗？不是像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生命的气息，一口气，然后他们说领受圣灵吧。圣灵与他们同在，不就让他们有更多的勇气吗？去面对这些的犹太人，可能吹的气不够大，对，不然到了使徒行传，你看使徒行传那边圣灵大大充满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那个彼得他公然的可以站在哪里？公会上面，站在众人的面前不怕怎样威胁，不怕拘捕，然后呢，他就向他们怎样见证耶稣是复活的主。哇，差别好大，你知道吗？所以经历圣灵是多么重要啊！所以这边他们刚开始接触，但是心里还是有点这样的一个害怕众人都在那边聚集了，都一同来经历了，但是为什么还是惧怕？惧怕胜过耶稣复活的讯息。弟兄姐妹，好多事情是让我们惧怕，所以远离了主。
这些的怀疑使我们远离了主要给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一起来看，来，其他的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对他们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我的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不信。”你知道他们知道，他们有看见，可能他们躲起来，然后看见耶稣怎样被钉、被刺他的肋旁，是不是？众目睽睽之下，耶稣咽下最后一口气，成了，对，成了。他还要讲一句话，对不对？父啊，父啊！上个礼拜牧师有讲，父啊，怎样？我忘记了，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怎样，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门徒，那有一个不在场，我们常常眼见为凭，对不对？我们常常要看见了，即使是弟兄姐妹来这边台上做见证，哇，你看我祷告完之后，我的那个胆不见不是胆结石不见了，不是胆不见，就是什么不见了，或者怎样，好多见证，对不对？如果你去看 Good TV 或是好多这些生命的见证，哇，见证了这位神的大能，不是吗？但是这些同学，你看呢？同学一再跟他讲，我们都看见了。你看，如果10个人，对不对？10个人几只眼睛？20只眼睛，你看20只眼睛都看见了主，然后也看见了钉痕。我告诉你哦，我们看见确实，耶稣的伤口还在，那个钉痕啊，痕迹还在，这个肋旁的枪伤还在，他有给我们看，那我们真的告诉你，虽然你不在场，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多马，他怀疑。他不信，他说：“我除非怎样？”这个疑惑，我们来看会影响到我们吗？来，一起来，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哇，这是雅各书里面提醒我们。疑惑会影响到我们什么？影响到我们得着主的恩典呢？所以如果有疑惑，主啊，赶快，主啊，帮助我除去这些疑惑。你对什么样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搞得你对神有一点距离，搞得你对耶稣有一点不信任。我们看到多马跟随耶稣，他不是去参加那个拉撒路的这个事件的过程吗？他不是有跟耶稣对话吗？耶稣也告诉他说：“那条路怎么走，我就是那条路。”约翰福音14章，等一下我们会看。但是众人看见了，见证了，但是他还是疑惑。所以雅各书提醒我们，这个疑惑会绊倒我们，会让我们远离上帝的恩典。如果你祷告，然后祷告完又开始怀疑，真的可以吗？手术失败呢？我们看到弟兄在开这个眼睛手术失败，真的可以医治吗？我不是那么信靠你吗？真的可以再次让我经历到你的同在医治吗？可不可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疑惑当中，神不是不让你疑惑，但是如果一直停留在这里，那后面的恩典你得不到的。我们再来一次哦，如果刚才的雅各书在提醒我们，如果这个多马停留在我不信，你们说什么我都不信。那如果耶稣没有出现，那他就一直不信下去吗？如果你没有特别的经历，那你就一直不信下去吗？神迹不能使人相信，你知道吗？
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来想看看，多马有没有看过耶稣行神迹？有啊。但神迹可以让他相信说主复活吗？没有办法。我们可能看到别人经历了神迹，你自己经过神迹，但是却不能够让你一直在这个信仰、信心的道路上面持守的。所以我们要跨越，要前进哦。除非弟兄姐妹，多马的除非是什么？除非我亲眼看到。你会不会有这样的要求？你说你这样的经历，哇，那么奇妙，除非我怎样？多马他的除非是他要看见，多马的除非是要怎样？哦，不是要只有看见哦，可能看不一定是真的哦，幻影哦。哦，现在你知道3D、4D， 对不对？那个是很厉害的啊，对不对？一出现，可能好像真人在你前面。我们看电视，未来可能都是这样啊，对不对？哎，看的好像是真的哦，但是一摸没有了，对不对？一摸，哎，虚的、空虚的，对不对？那除非我触摸，哎呦，真的，真的，对不对？真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想看，你的除非是什么？弟兄姐妹，来，现在换我们是主角。除非你有没有这个过程过，在病痛、在工作上、职场上，在任何一件事上有没有？除非怎样我就怎样，除非怎样我就受洗，除非怎样我才信靠你，有没有？呀，找到工作，我如果祷告找到工作，我就相信你，相信你是那什么供应我的。来想想看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事？给点回应吧，对不对？不要那么近。有没有？我们用人一般的想法，还有没有什么是？哎，除非怎样，我就信你。有啊？赚大钱啊！哇，不是这个哈。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你不要想说赚大钱嘛，对不对？哎，有经济改善哈。赚大钱，啊！现在现在想的就是，赚大钱，然后娶老婆，是吧？还有没有？弟兄姐妹，还有没有我们现在正在面对或是担忧的？你向神求，除非这个怎样，我就怎样服侍你，我就怎样，有吗？孩子在考试啊，对不对？这次没有考到他理想的学校，但是也有我们的同工家长哦，如果要我来考这间学校，我考不上呢。但是孩子有孩子的想法，对不对？他要再拼一次 ，OK？ 可能这个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还有没有？有吗？主啊，他经历了神迹。听他讲的头头是道，好像真的呢，我也要，不然给我经历一下，我才相信嘛，对不对？关系改善吗？还有哪一些？弟兄姐妹来想看，这些经文透过多马在提醒我们，你有哪一些除非，我绝对不信。除非。那如果你一直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你要不要相信主是真的？这是在帮助我们哦。好多除非一个群体，我们的群体，我们的迦南教会容许你在带领的慕道友，你容许在带领的慕道友一直在怀疑吗？我在面谈要受洗的，我第一个问题就问他：你相信耶稣是复活的主吗？你知道很多表情呢，好多表情。想一下，可能相信，有的我相信。最近有面谈的一对姐弟，然后我就问你相信吗？我说相，他说相信。OK， 给我证据。他就停在那边，给我证据。我说给我证据啊！你为什么相信？圣经。圣经在哪里？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说到怎么样？有500多位弟兄
就看见了，说1000多只眼睛嘛，不包括妇女啊，对。然后呢，保罗在讲的时候呢，大半的人都活着哦。我们看到有基法，就是彼得，有这些妇女，然后有好多好多的见证人哦，他们都看见了，有人还活着。那我们呢？经过了1900多年后，我们是否能够向这一些人容许，向耶稣容许？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困难和怀疑的日子，不是吗？如果你继续在那种病痛，你继续在家人的病痛当中，你会怀疑吗？怀疑主，你真的吗？你不是说怎样？你不是说跟随你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吗？你不是说我如果用信心求，没有一件事情不能成就的吗？如果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不是吗？你不是你的话也这样讲吗？但是为什么还是这样？弟兄姐妹，神容许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不对？幸福是怎样？我们念一遍来，幸福就属于你。在信心的过程当中，福有没有随着你？是关键在于信心哦。那信心是你的吗？不是，信心是主给你的，连信心也是主给你的，知道吗？如果主没有给你哦，即使让你看见了，你还是不信哦。所以我们来认识这位神哦，这位主是什么？慈爱哦，他宽容，他能够宽容我们的怀疑，你知道吗？他能够宽容你的对他的不敬，除非我怎样，不然我不信你。神是真的神，要除非你怎样吗 ？No， 不是。不管你怎么样不怎么样，他还是神嘛。对，弟兄姐妹同意吗？但是我们常常站在我们立场，除非你做什么，我才相信你。你不信就不要信嘛，你干嘛要这样，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没有啊，主耶稣还是容许他，然后呢，他是全知的。多马在讲说，除非我怎样伸手，我看见，然后我伸手探入他的肋旁。不然我绝对不信。耶稣有没有在场？门徒有没有告诉他？没有啊。那为什么他知道？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主啊。他能够超越时空嘛？突然出现啊，吓死了，是鬼吗？是鬼魂吗？鬼魂应该照我们的想法，这鬼魂才能够这样嘛，对不对？电视看太多了，对。但是我们知道，主他是超越时间空间的主啊。好，所以他知道多马在说什么，他也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曾经埋怨过他，他都知道。可能你骂他，他也知道。你这是什么主？对，这些以色列人，对。你是什么上帝？他们亵渎了神嘛？对，好，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多马讲的，耶稣知道，所以呢，他是慈爱的啊，他愿意接受多马的挑战，来，所以他对多马说什么？一起来念来。然后他对多马说：“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看看我的手。”把你的手伸过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耶稣没有当头棒喝来，然后骂他，劈头就骂他，跟了我那么久，都还不信。我早就跟你们讲了，你还不相信？玛利亚告诉你们，你们还不相信？10个门徒告诉你了，你还不相信？被他扒了哟！耶稣没有这样有没有？没有。那耶稣宽容他，耶稣知道他的软弱，
耶稣给他机会，来，我知道你的怀疑，我容许，我接纳你，因为我知道你。我们的主都知道我们了，所以来，可以让你试。对啊，你可以在奉献的上面试试我，你可以在哪一件事情试试我吗？来，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容许他的学生跟着他3年多了，还是怀疑。你知道吗？耶稣复活了，然后在大使命山，然后再一次的将这个大使命交托给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他们望着天。圣经告诉我们说，有没有读到？还是有人怎样疑惑？人就是这样哦，人的本性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哦，我们看我的主，我的上帝哦，这个教会成为主的见证。这10个人或者是这些妇女，他们经历了，他们看见了主，所以他们赶快去告诉这些的门徒。这也是提醒我们，当我们经历了神的同在、神的恩典、神的神迹的时候，你有没有赶快去分享？不管他信不信，你要做的就是这样。结果我们来看哦，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其他的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这是这一些门徒在向多马、向这个不信的人，就好像我们经历了主的恩典，所以你跟这些慕道的朋友告诉你：哇，我生命经历了什么样的见证？所以我们最近在上门徒列车，立刻就是在讲说为主做荣耀的见证。你怎么样去为你自己做见证？昨天在有一个小组的这个刚受洗的弟兄，他就在做见证，他在分享，哇，他正是在经历困境的时候，忙得好像无头苍蝇这样，不知怎样面对。神就差派亲人，差派这些弟兄姐妹成为他的天使。要租一个房子，他就向神祷告。结果一抬头，哇，这个有资料，然后一打就租到了。在宜兰，他正在这样面对太太的病痛的困境当中，你知道吗？但是他昨天在小组的分享说，感谢主哦，还好我有信主。我们弟兄在桃园国小当那个守卫哦，他说他常常如果有空的时候，就在操场这样绕，那边有十字架，但是他说牧师最近十字架好像没有亮，我回去再看看哦。他说他在那边绕，然后他心里想说，有一天我可以信耶稣，不知道有多好。但是那时候是受到那个公庙的关系的影响啊，还没有办法。但是他心里有这样的想法，看到十字架，然后有一天我可以信耶稣，不知道有多好。昨天在分享，他是已经信耶稣了，他在宣告说：哇，好在我已经信了耶稣，不然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样面对我的困境了。教会成为见证，教会能够接纳那人的软弱，接纳多马。可能在这8天当中，你知道要听他多少的抗议。恁拢凊彩讲的呢，随便说说，这个根本就不可能，你知道吗？我绝对不信。你知道原文里面有双重的否定，他否定不可能有这件事情，不可能耶稣会复活。但是这些人总是可能一直陪伴，能够容许他的抗议，容许他的怀疑。从怀疑到相信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多马对耶稣说什么？一起来念来，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怎么能知道那条路呢？约翰福音14章第5节，对不对？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耶稣第一次跟他讲：“我就是那条路。”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怀疑，但是到最后，他自己在遇见主之后，我们来看他怎么样回答。来，多马回答对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好像我在刚才讲到这位弟兄他的见证，我以前看到这个十字架，我心里有这样的渴慕。现在他在讲的时候是我的主，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如何差派亲人成为天使？这些弟兄姐妹如何在他很忙碌的时候，来，你不要煮了，来我家吃。来，我们一起祷告，一起鼓励你，一起陪伴。1月才受洗，但是正面临这些的挑战困境。但透过教会，透过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样的一个分享，你要这是我们平常要累积哦。我刚才去领钱哦，要复活节的奉献这样哦。啊，这个不是我的手了，我的是照在我的手机。你怎么有信心说按一按那个卡伸进去，然后按一按啊，你要领多少就领多少，然后钱就会出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个信心？有没有？有吗？小周，这张卡让你去领，但是我密码不告诉你，你可以吗？没有办法，除非你跟神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知道，你知道你的密码，通关密语。你要领多少，不是你想领多少就领多少。是你里面要有存款嘛，对不对？你跟神之间那种信任度啊，有没有？你可以讲主啊，你是我主，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当你需要的时候，就好像我刚才需要的时候，我就去按一按，我需要多少？哦，1万。你真的会相信说那个盖子打开然后有钱吗？我相信。因为我知道我里面有存款，我知道，但是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怎么去经历？弟兄姐妹，这就平常你要跟神之间有这样关系吗？不是吗？不然你没有办法去经历耶。多读神的话，多祷告，你要经历神供应加倍的给你，11你去经历嘛，年轻人都经历了。最后一个我们来看哦。你如果看到20章后面的这个本书写的本书的目的，在提醒我们什么？那凭信心不凭眼见哦。耶稣告诉我们说，那没有看见确信的是怎样？有福了。所以我们没有看见耶稣复活，但是我们相信，透过我们看了这一些的福音书，看了这些的见证，云彩的见证，我们相信耶稣是复活的。约翰福音，他这边30节写的目的就是什么？哦，没有记在这书上的，但这些事情是叫我们信耶稣基督。所以在里面其实不单是要让非信徒，我们带领他来信主，使他得福得生命。其实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福音书也是在鼓励我们、造就我们、教导我们、安慰我们。就好像这个多马。他没有看到，但是耶稣容许他怀疑，然后兼顾他们的信心，然后后面又煮早餐给他们吃，对不对？当他们在彷徨，他们在走老路的时候，耶稣怎样？还是陪伴他们，鼓励他们。弟兄姐妹，耶稣还是鼓励你、陪伴你，容许你怀疑，但是不要一直停留在怀疑当中。求主来帮助我们哦。主啊，我求你除去我内在的这些的恐惧、害怕或是担忧，这些的疑虑，这些拦阻我没有办法跨越一步的这些的障碍。我信哦，这是多马的宣告，我的主，我的上帝。你呢？你可不可以在这边宣告？
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你是复活的主，说我相信你复活的大能，我相信你给我永恒的盼望。弟兄姐妹们一起站立，我们来透过这首诗歌来回应嘛。我相信哦，你真的相信耶稣成为你的好朋友哦？你真的相信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是为着你而？如果你相信，就要把握这样的机会哦。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舍命，使我能进天国。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他以慈爱安慰我。我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丽之语。我相信，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部分不回头。我相信，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部分不回头。我相信，我相信，我的生命也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天父是阿爸父，他看我作为宝贵。我相信，我相信，最爱我的就是阿爸父，他看我为宝贵。弟兄姐妹，我们眼睛闭起来哦，我们来思想：你相信主是复活的主吗？如果你相信主是复活的主，那连死亡他都能够胜过，就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为难他。弟兄姐妹们，做我们可以做的，我相信，我依靠你。即使你是在那种怀疑、困境，是在患难当中，主不会因为你信不信，它就存不存在。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主啊，我相信，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我信靠你，我用信心来宣告，
代替这些除非怎样，不然我绝对不信；除非怎样，不然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救恩。主啊，奉你名把除非，我们生命当中好多的除非，把它挪去。因为你的全能不会受到这些除非我们的怀疑、我们的不信来影响。恳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把我们生命当中好多这些我除非怎样，除非怎样，我才能够怎样，把它回到主的面前。主啊，因着你是复活的，所以我才能够面对明天。谢谢耶稣，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现在的疑惑，因为你容许，但是我们不要一直停留在那种疑惑当中，帮助我们跨越这个疑惑的门槛。谢谢耶稣，好多这些见证人他们经历的主，我们也要经历你的供应，经历你的医治，经历你的赐福，经历你的带领。你知道我们要什么？当我们愿意开口谦卑来寻求你的时候，你总是用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在我们当中，就好像你对多马对这些学生说：“愿你们平安。”就在他们害怕的时候，愿你们平安。愿主你的平安，在我们面对恐慌、面对疫情升温的过程当中，主，愿你的平安与我们同在。愿天父上帝，你永不改变的慈爱，你总是这样宽容着我们。愿你的慈爱像盾牌一样环绕我们，保护我们。即使我们正在软弱的信心当中，求主圣灵来坚固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像多马后面的信仰宣告：我的主，我的上帝，你是我的主，我的上帝。求你的圣灵来坚固我们的信，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我要得胜的神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神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这边，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彼此来祝福，彼此来请安。我们请坐。